行转爱走。黃色嘅陽也被從無言嘅山谷比來，那邊有水蓮跳舞，那邊有細孩跳舞。花期木開來散熱櫻花，紛紛心度有風，風風心度有拍。唔是想昂伏拍牆，實實全無開嘴聲音。就像佢點點唔好多講話嘅客家人，佢哋把公單槍用木竹保佑，天內嘅阿妹用蒙古包裝訂家人，留下強強鏘鏘嘅土地，本倆都本倆青菜地嘅美濃。美浓，我的故乡，我就出生在那金字面山靠水的森林里。从小，爸爸妈妈让我学会如何展示，让我成长，让我茁壮。现在，我也回到这里，教导我的后代们。我是后面这个山上，我的老家就在最后一家。那是林务局的了，所以小时候就是等于是很穷。初中毕业以后就离开我的故乡，然后到台北。我喜欢树木是和小的时候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山上采药的话，要认得什么植物是什么药，然后那个时候这个环境也很辛苦嘛。所以自然和大自然的一些互动，就比较经常的在山上走动。所以山上一草一木，我们都几乎很清楚了。从小就离乡出外打拼创业的张吉安，事业版图横跨台湾跟中国两地，事业有成，渐渐退居幕后的他，并没有忘记故乡美浓。张吉安在美浓设立科技公司，在开辟休闲农场。他希望能让在地的年轻人能有留在故乡打拼的机会。有一年那个时候刚好是 SARS， 那一年我和我太太就是经常回来我的老家，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高雄也有设一个厂叫吉安大科技嘛，所以那个时候是回来乡下的话，这空气比较好。然后就到处去这个四处走走了。那时候有计划就说，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回来我的故乡定居？这个是花旗木哈，人工的热带樱花了哈。他们2010年来引进台湾哈，我种的都第一批的哈，农场的全国头了。啊，今年植树节个哈。还有提供1000头的一个人嘅花旗木哈，不过咧美浓嘅上前啊，落下可以前后哈，种了2头哈，过几年哈，美浓那边花旗木的故乡啊，这个是蔡清讲的话。花旗木又有平地樱花之称，是近年来颇受南台湾人喜爱的新兴树种。每年3、4月份是花旗木开花的季节，盛开时的壮观不输日本的樱花海。一次因缘际会，张吉安从退休的老农手上承接下黄蝶翠谷旁这块休闲农场。他花了5年整地规划，种下了2000多棵的花旗木。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将自己的后花园开放变成高雄人的后花园。那现在我们这树上有种一些那个蝴蝶兰嘛，对，经过应该2、3年嘛，是，慢慢的好像长得比较繁茂了。对，还有底下这个青丁兰的部分。有一天我从这边经过哈，就突然发现我们这个美浓有双溪嘛，俺那讲双海啦哈，就有2条溪在这附近结合，我们叫做母树林哈。呀，双海就俺讲俺娘老讲
用叶果的哈，就是黄蝶翠谷啊。那之前呢，我曾经去日本，有一个地方叫五条川了哈，那个2排树樱花种在整个这个五条川的两边，那盛开的时候那种美啊，真的是记忆很深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突然间就有一个构想说，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比较类似一个比较宽广、比较可以接近大自然的休闲的一个好地方。这样，这个蝴蝶兰，它每开一朵就是1个礼拜，所以这个是去年的老花梗嘛，是，对吧？像这个最起码可以开个3个月以上。对，然后它也长得很茂盛，非常的生命力。对，它虽然叶子不是很漂亮，它长出来的花，就感觉到它很快乐。有了场地，就需要有专业经理人管理。来自南投，从小就跟着父母经营民宿的周佑玉，是休闲农场内的主要管理者。用这些空间来去让小朋友有办法走走跳跳，然后我们园区里面也规划很多属于小朋友的那个玩具，然后有很多他们在市区也玩不到的东西。那像这个，如果晚上我们是这个郊外嘛，是，那有些家庭有小孩子嘛，是，就是说这个环境的一些这个安全性的考量啊，是，还有这个晚上的灯光那些路线的安排啊。这个应该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地方。对。我们从小就是做民宿起家的，那很早期的时候，爸爸妈妈他们也是从农夫转做这个产业，因为他们也认为这个产业是未来趋势，然后我就是接着爸爸妈妈的脚步来继续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就是关于消毒部分，我们已经也很多都已经在着手进行了，不管消毒的频率啊或什么，我们都增强。为了防疫这件事情，有做更多的增加。那我们现在看在帐篷里面，就是每天最早的时候来到美浓，其实对美浓的印象就跟大家的印象是一样的，板条、猪脚、客家菜。那有一次因缘际会，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是总裁来介绍这个他的后花园，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一面，不管是地理环境，或是总裁后来带进来的这些他喜欢的花花草草。来，对，我们的帐篷，对，我们的帐篷就是当初都照你的规划，然后就是床垫的软硬度啊，跟整个床垫的高度，都配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我们里面的光线啊，还有一些这个感觉就是非常干净、非常舒适的。总之就是这个软硬度是你当初你说应该要安排这样的软硬度。好，做看看。OK， 对观光旅宿产业敏感度很高的周佑玉，抓住时下潮流趋势，打造豪华的户外露营场域，并提供适合不同年龄层的区域空间，就是希望每个来的人都能在休闲农场内找到自己喜欢的角落。全自然的环境中，休闲农场设施不会过度人工化，从入口的柜台建筑到早餐、晚餐的特色料理，都结合了美浓特色，还定期举办手作课程，让旅客能够更深度认识客庄文化。观光业最大的重点就是让别人到这边来旅游，所以旅游的同时让他带一点地方文化跟地方特色回去，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最后就选择露营这样的模式，让客人觉得不会跟别人一样是一个度假村的形态。我们准备了很多小朋友的玩具在这边，让他们可以玩这样子。这个安全性的话有基本上的考量，都是小朋友在玩。对。你们好。昨天晚上住在这边吗？对啊，昨天晚上住的还满意吗？不错，蛮舒服的。喜欢吗？那用餐的部分，或者是来这里有觉得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改善的部分吗？餐点蛮好吃的。谢谢。5星级的帐篷。谢谢。这个都是白沙嘛？对，是白沙。对，就是特地叫的，然后也不要用太细的，然后就是比较不会粘身体。
然后旁边准备个水龙头，让他们玩沙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那个，对，很好，直接这边清洗，安排不要让小朋友晒到，然后这个设施也可以一整天都有人来使用这样子。因为这个地方呢，我们美浓乡下就是资源很少，所以要在美浓这个地方创造一个机会呢，让我们自地可以创生的，就是说让这些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对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可以有机会呢，回来自己的故乡啊，然后替这个故乡上班了哈，在很幸福的一件事情。而除了露营模式的度假方式外，休闲农场也结合了周遭的自然与人文景点，让来访的民众能有更深更广的在地体验。好歡迎來到美濃客家文物館，我哋一家要自製嘅 DIY， 因為美濃要自製嘅特色，嘛要陶板嘅 DIY， 你可以一個陶板啊做嗰種南山嘅造型，係擺美濃人歡迎人用作南山、南山。美濃客家文物館是以社區博物館的概念，去呈現美濃的歷史與文化多面性。不僅展示許多生活中常見的靜態文物，也安排許多手作課程，讓民眾能夠更親近傳統工藝。我們有提供來這邊露營的客人，就是可以到美濃客家文物館去做免費體驗。另外，我們附近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讓客人去走一走，像雙溪植物園啊，然後黃蝶翠谷都在我們的旁邊，大概在3-5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到達了。接下來我為您介紹長谷記。特別老百姓啊，用樹割禾啊，割啲禾用竹筒盤下來割，盤好嘅割，再用插旗嘅一插旗活起來，長谷記嘅地位項，佢用風嘅人力攤過塵灰流水就會避出去，佢紮布嘅割，就係流下來。其實曬割嘅過程當中，我哋最驚落真意。有時節啊，因為有龍溝水，一下就落個倒起嚟。迄陣咯，我哋啲國來唔出樹嘅花，來唔出用盆嘅芒嘅花，係咪全部就拍滅一場？美濃是客家大鎮嘛，然後主要這邊80%-90%都是客家人，然後客家文化在這裡是很值得被推廣的。來到這裡可以了解一下客家文化跟美濃在地的客家文化跟其他地方有什麼不一樣。夜间的休闲农场有着另一种氛围，以天为幕，地为席，伴随着角枭鸣叫声、虫鸣声、蛙声，静谧中的规律声响是大自然美妙的乐章。这几年国内外森林疗愈旅游模式盛行，台湾森林覆盖率近60%。有着充沛的山林景观，民众可以随时随地走进大自然。有自然万物环绕在身旁，不仅可以让心灵沉淀，也让平常忙碌疲劳的身体得以喘息，更能在运动中增进心血管功能，去感受人与自然间应该如何平衡相处。因为我自己也是喜欢往户外走的人，然后我也倾向就是做蛮多的户外运动。那就是现在的状况，大部分人在室内的空间跟在城市里面的时间都稍微多了一些，所以如果我觉得做这样的模式，它会有一种吸引大家很少出到户外人他们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所以主要的目标就是都会往户外发展，就是这个原因。
农历年后，台湾百业都受到了新冠肺炎的疫情冲击，病毒隔离起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却也让大家更珍惜与朋友、家人相处的时光。刚好就是这边就是花旗木的花季，因为毕竟它也有就是平地的那个樱花季的美称，所以就趁着第1个星期的花季，然后就带家人一起来玩。这个环境怎么样？很优雅，很好，属于那个可以度假，带小孩出来玩，很好。接触新鲜的空气。其实我个人的经营理念这个第一个就是诚信经营，那在经营之中的追求卓越，这是我的座右铭。那我是希望这个我有能力的这个时间里面，在我的故乡闽农滨海的闽农做一些事情因为闽农的农村很淳朴啦，也很可爱但是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理念定下来，我就朝那个方向走。张吉安的后花园提供了高品质的旅宿服务，也营造机会留给美浓的孩子一个更好的家园。他期望让每个来到美浓的旅客都能够在这里留下美好的记忆。行進藝造。黃色嘅陽也別從無言嘅山谷比來，那邊有水蓮跳舞，那邊有細孩跳舞，花旗木開來散熱煙花，紛紛心度有風，風風心度有拍，唔是想旺福拍牆，實實全無開追上演。就像佢點點唔好多講話嘅客家人，佢哋把公單槍用木竹保佑，天內嘅阿妹用蒙古包裝訂家人，留下強強鏘鏘嘅土地，本倆度本倆青菜地嘅美濃。这是我们农场就是最多的花，就是花旗木。那我们农场里面有1-2千棵的花旗木，那现在刚好是它开放的期间。那它在开花期间，我们会摘一些这个花旗木，让我们的餐点摆设上面有更加丰富的感觉。因应时节以花草入菜装点，周佑玉从以前就对烹饪很有兴趣。休闲农场里有一半的特色菜，当初都是他的发想。我们现在做的是擂茶马德莲，那我们现在主要是选用美浓在地的厂商提供的擂茶粉，然后来做我们的马德莲，我们把那个马德莲这个甜点，然后融入客家元素在这个里面。以前自己喜欢弄一些吃的啊，所以才会把这个东西当作想要呈现给客人看的部分。很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去开发跟自己去发想的，那这只是说透过不一样的方式把它做一个结合。休闲农场内的餐点大多结合美浓当地当季的食材，透过饮食的文化背景，让来访的旅客更加认识美浓。主要我们现在在客家地区，那有很多的食材是在地取得很棒的，然后也很适合呈现给我们来到美浓的旅客来去体验。那因为也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客人他们不是客家人本身，所以主要想要把这个客家食材部分让他知道这样子。是用在地的特产野莲，然后再加上美浓非常有名的陈皮香番茄，在里面做它的佐料，然后放入烤盘之后，然后我们加上我们的派皮，然后加上我们的
材料，非常简单的调味，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现在非常多客人喜欢吃的野莲咸派。像我们有用在地的毛豆做的豆浆，然后还有野莲，也有入菜。那美浓农会也有非常有名的147米，然后这个米的部分也是非常特别，我们有入菜到我们的面包烘焙里面。除了食材选用在地，休闲农场内的工作伙伴，多数也都聘用旗山、美浓地区的当地居民。老板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他希望在地创造就业工作这件事情。所以，除了环节设计以外，所有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都是以在地的第一个为考量，所以我们都是邻近区域的人员来这里上班。好 ，OK， 野莲咸派酱打了没？野莲打了哈，然后野莲要切哦，番茄用了吗？好了。那伊豆有没有帮我弄了？现在用。好哦。负责厨房内场工作的蔡心莹，就是旗山当地的年轻人。娴熟的刀工，你可能很难想象，他过去对烹饪一窍不通。当初先接进来这边会接触到，是因为我来应征洗帐篷。就是把我们帐篷外面的一些污渍洗干净，然后包含去房间里面的一些装备设施，比如说牵水垫、铺床单之类的。然后呢，就后来我们的主管看到说，我跟另外一个同事来洗帐篷的同事觉得说，哎，我们好像还蛮适合餐厅或者是厨房的这一块工作位置。现在吧台上有人在点餐。其实我不会煮饭，我在家煮饭每次都被我爸爸妈妈骂，就是说啊怎么太咸或太淡或太烂。那我是来这边之后发觉说，这里的菜色很特别，那我就从这样子的方向，然后就是因为是兴趣啊，又觉得很好玩，然后就慢慢去学，就算不会我也硬把它做到会。那请问你们要什么饮料呢？我要一杯冰美式。好，一杯冰美式。那我要一杯可浓气泡饮。好，都要。发掘员工的人格特质，放在对的位置。现在的蔡心莹不仅会烹饪，吧台一般饮品的调配以及与顾客的互动介绍，也都难不倒她。这里还有咖啡，还有我们冷泡茶。那我们冷泡茶都是使用南投的哦，可以参考一下。有座位都可以坐，谢谢。我们现在点心的部分只剩下我们有这个马德莲的东西，这个是我其实是在旗山从小生长到大的，就是很在地的旗山人。那我之前的工作也是比较属于像服务业，然后因为我们家也是在做生意的，所以我对服务这一行业很有一个热忱。现场来宾36号，36号，您的饮品好喽。张吉安坚持在地创生的经营理念，不仅为美浓当地的农业找出路，也串联起留美青年。其实我很谢谢我们的总裁，就是张吉安先生，那他对我们也很好，把这一个位置就是把它开放出来，然后让这个位置我们有人可以进来工作。在地的一些年轻人就有一个工作的机会，就不用一直往外跑，不然说真的在乡下要找工作好难哦。卡卡酱鸡翅，然后今天你们点的这个是夏威夷披萨，那这个披萨呢刚烤出来会有点烫，所以要小心起司哦。觉得在这边上班又很快乐，每天又可以看漂亮的花，然后这个环境大家也很融洽，每天就是这样嘻嘻哈哈的，对，所以这种感觉就很好。匈牙利酸高丽菜炖肉、陈蜜香番茄起司虾串、凉拌异豆、野莲咸派，晚餐餐桌上一道道的料理，就如同一场美浓客庄饮食文化的荟萃。这种凡是为在地着想的出发点，凝聚起员工主动服务的热忱。晚餐时间，蔡心莹主动地与旅客介绍这一道道特色料理和它背后的故事。各位现场的来宾，这里
们了，所以你们这次吃得到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休闲农场建议旅客体验1破20的游程，放慢脚步，放松心情，用心、用眼、用双脚，让美浓悠闲的氛围自然疗愈你的工作压力。1间房间2瓶材料。因为这个蛮结实的，所以它有点难挖。是住宿客人吗？可以，都可以坐，有位置都可以坐哦哈。再过1个月就要临盆了，负责体验活动讲解的赖梅如仍坚持站在第一线。因为我本身是读观光科系的，然后我学校在新竹，我实习也在新竹的雪霸农场。对，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回到雪霸农场工作，我的老公就在乐山的雷达站的基地台当工程师，然后我们就因缘机会之下认识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要做高丽菜干。高丽菜干的做法非常的简单，前面的部分呢，我已经帮你们免除3天的劳动力，所以今天你们只要完成后制就可以了。所以其实一开始毕业之后，我们2个结婚完，我们其实是先在宜兰工作，因为宜兰其实观光产业很发达，然后我本身又是学这个行业的，所以就是取之所长，我不管到哪里都找得到工作。把高丽菜干塞到瓶子里面，塞瓶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技巧。客家婆婆会看你们塞瓶的技巧来取决于你们是不是合格的媳妇。假设你们的高丽菜干的叶子或是有梗比较大的话，可以用筷子分化，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好塞。赖梅如的先生是美浓客家人，当初为了陪伴妈妈，夫妻俩回到美浓定居。但刚来到美浓时，有观光专才的赖梅如，光是要找适合的工作，就让她伤透脑筋。辣炒高丽菜干是客家人最典型的他们的一个下酒菜，所以他们会很常拿来，就是边喝酒边搭配这一道那个下酒菜。然后另外我们还有高丽菜干排骨汤，那这一道菜是我本人从宜兰嫁过来，就是吃了所有的客家菜里面最喜欢的。那美浓就是你也知道，就是一个小村落，它也不可能盖200-300个房间的饭店，所以一开始回来美浓这边，光是找工作真的就让我很困扰。对，就是很感谢我的老板开了一个这样子美丽的环境，然后又可以发挥我的所长。容易吃而已哦。那边聊的过程中，然后边做手作，所以熟能生巧，他们就会用很快的时间完成1瓶高丽菜干。为旅客着想，精简出体验的步骤，规划恰当的时间，也在过程中将老一辈的智慧与文化精神，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讲解。接下来我们就用盐巴来大量的搓挤它，让它去水分。客家人很节俭哦，回去之后体质要小心，就变成第2瓶高丽菜干。其实我觉得在这里生活久了，好的传统跟文化真的是要被发扬光大的。我很喜欢周哥他们的理念，就是他们来到这么偏乡的地方，然后做一个这样在地体验的活动，就是希望这些传统的东西不要没落下去。这样的体验活动兼具教育意义，适合亲子家庭，更适合3-5好友。这个地方感觉就是自然生态比较多的一个营区，然后它其实像花花草草，然后还有搭配一些 DIY 的活动。DIY 像人家可能是一些简单的文艺手作，而这边是用比较接近在地文化的手作，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对。今天小朋友表现怎么样？玩得非常的开心。稍微放松一点点，然后中间挖一个小洞，然后拉2边绳子拉，对，它这样就起来了。就是这边蛮多在地文化的推广，然后就是像这种就是体验的课程，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就还蛮棒的。好，一边的绳子帮我挂上挂牌，1个月过后开封的日期4月21号。赖梅如在美浓找到能发挥所长的地方，周佑玉看着眼前一步步筑起的成果，也在这里实现了自我价值。
帐篷歌，你要记得学一下。所以我想要找到更多好的地方被人家看到，所以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在工作的时候，它其实不是一个我觉得我在理想背景工作，我其实是在做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喜欢我可能设计的旅宿、旅馆、民宿、饭店、农场，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形态呈现，那我都希望它其实被看到。那其实我也很享受在经营的过程跟经营的生活这件事情。我觉得探索这个台湾这个环境、这个世界、这个块美丽的宝岛，其实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春暖花开，自然万物苏醒绽放，在美浓山涧中这一座休闲农场，有一种宁静的安稳，让旅人忘却城市喧嚣，让当地人在此安身立命。